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收看今日福喜类嘅节目。今日讲嘛嘅哦，当特别咯。你一般来讲咯啊，强子哦，对嘛？当用台底嘅什么音都被拄到强子呢件事情，多当然可能是自然类强声音啊，特别嘅音可能都无下强。今日啦，大家都分享係温柔聖善。不過你係乜嘅咧？家家都分享你點解裏邊？這個裏邊係呢個非常專業嘅助產士嘉英分享，歡迎。大家好，我是助產士嘉英，很開心今天來到這邊。耶，歡迎嘉英。聽你咧分享嘅裏邊係呢個客家歌手哦，玉婷。大家好，我係玉婷。大家好，我是玉婷。耶，今天很開心可以有一個專業的助產士，還有玉婷來到亞片同大家來分享溫柔生產這件事情。不過一開始大家會知道輕奇怪哈，就是說我們講溫柔生產，請問玉婷今天來到這邊沒有要唱歌，對，是要來分享就是我們的經驗嘛，對不對？對，沒錯。而且覺得今天玉婷特別放鬆，嘉英可能沒感覺，她今天特別放鬆，為什麼？因為每次我來上節目都是分享就是共贏要創狗的事情，還要彈吉他，對，然後很緊張，常常會完了我又會不會忘詞這樣子。今天就是來單純分享我生小孩的這些經驗。對，所以我覺得好開心哦！我今天聽到是玉婷要來分享，我整個眼睛都亮了，你知嗎？就是哇，太有趣了。不過一開始同大家來講，就會講，我們今天要講生小孩這件事情，我們要講說生小孩，我們大家一般就覺得說，哦，懷孕對不對？肚子很大，然後去產檢，然後哇很縝密，然後去醫院就把小孩生下來。如果能夠很平安順利的話，那今天要講的是不一樣的。我們是不是先簡單跟大家分享什麼是溫柔生產？溫柔生產啊，其實現在大家可以越來越常聽到這幾個字，可是它其實指的並不是指說某一種特定的生產方式，或者是特定的地點，或是接生者等等。其實我覺得它比較重要的理念是，在產家、產婦他們在懷孕生產的過程中，他們的獨特性有被理解、有被尊重，是，然後而且在旁邊協助他們的專業人員可以幫助他們去長出自己的力量，就是他們會有能力、有力量去面對懷孕生產這件事情，然後準備好去面對即將所要到來的一切。對，在這個過程中有被尊重，是，所以你看到嘉英講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有沒有被尊重這件事情。可能大家會講，那這是什麼意思 ？OK， 我們講到尊重，我們其實今天特別請玉婷來，就是我們用實際例子來跟大家分享那個是什麼。其實玉婷這一次也是算是老大的生，對我生老大的時候是請嘉英，還有他姐姐嘉代幫我接生，這樣。好，那太搞會做親戚關係，嘛個意思。其實玉婷是在家裡生產，對不對？第一步哈，對，從頭到尾其實都第一步下宮從冇，然後學姐可能就去填數按鈕你，對不對？對，就是那個，因為嘉英是我大學吉他社的學姐，然後我們認識到現在快10年了。對，然後我先生我老公很相信他這樣子，然後我們第一胎那個時候就決定要在家裡生小孩，因為那個時候嘉英就他有。可以幫我們接生的那個就是助產所之後，我們就是大學吉他社聚會 ，get you love and go， 就說好希望可以接到我們吉他社的每一個小寶寶哦，這樣子，對，所以你就 getting 個後，我就來吃寬吶，你就請學姐來，等於是好像就是幫你接生的概念，在家裡按用給幹搞從冇。就是對，就是那個時候，我和我先生我們就是討論，然後我們也上網收集了很多的，就是溫柔生產啊的任何的資料，需要準備什麼功課啊，這樣子。對。那我們可以再具體一點嘛？我們更具體的說，他們一般生產有冇某用？一般的話。像我們常聽到的，就是像例如產檢這件事情，然後我們可能一個孕婦要產檢，然後就會在診間外面排隊排了好幾個小時，為了要等產檢，結果進去2分鐘、5分鐘就結束了，不是要照超音波嘛，然後聽心什麼很多細節，對，流程很緊湊那樣子。但是在懷孕期間可能會有很多想要跟醫護人員討論的事情，尤其是新手媽媽，但是在一般的產檢的過程就比較沒有辦法得到足夠的關懷或者是理解。對，那如果是比較溫柔親善的產檢或者是生產的話，他們可能是會
花时间去了解孕妇跟产妇她们所想要的是什么，例如怀孕过程的情形，还有生产的时候的希望，然后会去做双向的沟通。对，会有双向的沟通。所以其实，比如说在温柔生产当中，有什么是一般生产会进行的，但温柔生产可能可以经过沟通跟讨论，也许不一定会有。有什么？例如说在待产的时候，对，可能孕妇可以下床来活动身体，让自己比较舒服，然后也可以让产程可以促进产程。然后真的要到生产宝宝要出来的那个时刻，产妇可以选择用自己的方式将宝宝生出来，而不是只有在产台上，然后很常被压肚子啊，或者是像连续剧演的，对，在床上然后一直很痛这样，对，五花大绑这样，所以不一定，对不对？对啊，因为像我在家里生啊，我那个时候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做了很多功课，就是像佳音讲的，因为我有朋友有跟我分享说，她生不出来好痛哦，然后她被压肚子，然后因为就是在医院生要被绑的胎心仪，不能下来走动，因为你下来走动的话，那个仪器就侦测不到宝宝的胎心仪。对，然后我那个时候在家里生的时候，就是，我想去淋浴，我就可以走进我家的浴室，然后去。即便你那时候已经可能宫缩的很严重了，你已经很想，可是你如果想去淋浴去洗身，要么赶紧做一周你胸会做个事情。对，想要下床上个厕所，你也不用担心说我那个仪器要被拔掉了，然后等下护士又会来催你说你赶快产妇你赶快回去床上躺好这样子。对，可是其实我那个时候我也有跟佳音说，我觉得躺着的时候是很不舒服的，就是对于宫缩，因为像我在生的时候，我是有就是拿一个我们讲产球，我就坐在上面摇产球，然后你就会觉得不会痛。对，因为我们应该在医院生，不会看到那个孕妇在医院摇产球嘛，对不对？其实有些医院是有提供的，有些医院有提供，但是它不一定会让你有些产妇状况，它不会让你下来摇产球这样。所以其实就是你要去遵循就是孕妇按钮给港狗，尊重她，让她在一个好像很自然，然后很舒适、很流畅的一个又很安全的状态之下。就是在自己家啦，你就很放松啊，很放松。对，但是在医院就是不一样的气味，还有很多的声音这样子，对，就会很紧张。那所以像也是我们每次听到人家说去医院生的时候，哎呀，我们打电话去关心说，你会用那个要生的没有？说现在才开3指，或是现在开2指。那在家里生也会。会有按钮给有啊，那个时候佳音就有帮我，就是那个叫做什么内诊，就是检查子宫颈口开大概多少，对，但是就没有时间限制，没有人会赶你说你一定要赶快生完，而且好像也不会很多，对不对？医院会好像会，我听朋友说会很多次，对不对？内诊，有一些地方我知道，有些医院可能会说。来，玉婷来哦！好，我们现在正要准备来那个就有没有？就伸进去，对，然后就伸进去，然后你可能都还没有心理准备，对，你就周货，而且还很急了。不好意思，我们现在很忙，来，我们测一下几指，按用面给港狗，对不对？所以在家里生产其实公司才发现一张对癌吃肉对妇女来讲，一张很大的，我觉得也是一个心理支持，我觉得是支持对，但是我觉得也是另外一种挑战，对，所以你选择。决定做按钮给事情跟世界，你有同爸爸妈妈长熊吗？没有跟爸爸妈妈讲，我是先斩后奏型这样子，第一胎。对，第一胎，因为我觉得我认识的爸爸妈妈，他们一定会不同意，因为他们觉得就是生小孩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是哦，这样子。对，然后就听说一些语言，我说你没有同爸爸妈妈讲，那后来爸爸妈妈，那你是生完才跟爸爸妈妈说，还是？就是那个时候，因为我妹妹她刚好也是要准备国考护理师，然后我那个时候跟她讲，大家佳音有看过我妹妹，然后那个时候我妹妹来帮忙，我一生完，我妹就打电话给我爸说。爸结生喽，然后爸爸一定很开心啊。然后那个时候我还在床上，然后我妹就在我旁边，然后我好像有听到我爸妈好像很错愕，说哈你姐生了这样子，对，然后说那你姐现在哪里？在医院吗？没有在家这样子，对，然后后来爸爸妈妈才知道，对不对？对，说原来我在家里生这样。对，可是你那时候决定要生的时候，其实先生一开始就没有很反对，就支持了。对，因为就是佳音是很信任的一个人，然后我们就决定要在家里生这样子。对，所以其实哎用躺起来，其实对
有听了讲，去改分享，去改故事，其实讲起来很轻松啦。对，其实当然这中间是因为有跟助产师很缜密的去整个互相陪伴也好，关怀也好，规划也好，那才可以等于是从一开始一直到生完 baby， 到甚至后期的整个关系，所以也是一个很缜密的过程。对，所以今日堂有听爱用分享，大家会说，动简单，其实很无爱简单，你还有嘛个动个故事，就得让你个乡亲朋友来分享，你聊下，等下长总来讲咯。今日东方伊就在绕墙头专业嘅主山四老有听那度节目啦，大家咧分享你讲温柔生产嘅概念哦，我觉得真的大家这样子分享真的很棒。可是这一段一开始的时候，让我们来读一下我们客家嘅肉骨言语，这个我来帮大家念一下哈，因为嘉义一定觉得很陌生哈，对不对？我要学习。你看你好棒哦，今天还可以来学这个客家嘅肉骨言语嘛。我们讲一下哈，有福不娘盖酒香，无福不娘是地表。跟意思就会讲，其实共生也不是按简单的事情。黑讲你生得很顺利就给就做在生嘛，黑讲某顺息就会是地表。不过唐有真年轻等一样，太咖啡知道会吗？我觉得我同学、我邻居、我妈妈、我姐姐，大家都觉得哎呦，黑亲吃两个事情，其实生小孩真的是一件蛮危险的事情，对吧，嘉义？生小孩是瞬息万变的，对，所以这一句他打给肉骨眼仪其实是说出了那个瞬息万变，对不对？它的危险性。那你今天这样有学到吗？是地表，耶！那玉婷你来一下，来一下。有我喺公司公司有福不娘哦，有福不娘嘅就香。无福不娘是地表。好，希望你感兴趣朋友会讲有看过是不是啊？今天帮大家复习了这句肉骨眼仪哈。不过就一样回到跟这部肉骨眼仪有关黑个主题，就像你刚刚讲瞬息万变。所以其实在这个，因为他刚刚有稍微分享一下第一胎，所以对你来说，安永跟沟场敌度其实有很多。你们其实你有一些什么具体的例子可以跟大家分享吗？你是指？就比如说温柔生产，在这个过程当中，不管是你协助玉婷，或是其他你曾经先生过的孩子，其实你觉得比较特别，或是你觉得你可以在一般医院里面，或是我们可以先分享医院会做什么。哦，对对对，就是如果进到医院生产的话，比较多的是会有大大小小的医疗介入，对。小小的部分可能就是像入院的时候，会每一个孕妇都剃毛、灌肠，然后打上点滴，然后绑上胎心音，就是测宝宝心跳跟宫缩的机器。可是听起来很正常你看，像我们就会说这样有错吗？对不对？我说我们的直觉是这样嘛，对不对？所以黑宫像优挺蝶不好，宫生你就不会有任何的灌肠。然后不会，完全不会，就是你可以，就是其实我们就是在家里温柔生产啊，就是我们都会写一份那个生产计划书，我就会决定说我哪些我不要做这些，除非必要还什么之类的。像剃毛是必要吗？不必要。哦，所以真的你可以选择要。可是我其实不清楚为什么医院要规定要剃毛，是为了什么的？有就是。医界会认为剃毛的话可以减少感染，对，减少感染几率。但是其实实证医学研究是说，其实剃毛并不会减少感染的几率。对。但是我有一点比较确定的是，剃毛的话，缝合伤口会视野很清楚，就会医生会很好帮很容易观察，然后不会在过程中去勾到毛啊，好痛啊那样子，是不是？对，你看是比较方便又挺按我看缝片。不过其实因为公司也黑一些亲很否要亲辛苦的事情，故说他敢做按勇的事情还是会尊重。我觉得就是你在你最喜欢、你最舒适的状态去完成这件事情。你简单来说是这种感觉嘛，对不对？那请问一下，不是都要剪会阴吗？剪会阴对，因为我真的看电视啊，我们现在在录影，对不对？我们讲看电视，给时间要镜头也会不用，会不会讲有冇要剪一刀这样？对，然后医生说要缝的较整齐、较厚。不过像我
那像玉婷那样这样子，这个怎么办呢？对，其实那个像我那个时候去第一胎去产检的时候，我弟生产计划书，然后医生看完就说，你不用剪会阴哦，对，然后就跟我说，那你这样裂得很难看哦。然后我就是说，哦好，然后我就走了。这样感觉不是你刚刚说所以呢？我不敢啦，我不敢啦，我就哦好，我知道这样子是对，然后那你就回来跟佳音说哈，哎，佳音，我跟你说，那医生说没有啦，我就，其实我因为知道要在家里生，要温柔生产，其实我就做很多准备，因为就做很多资料，然后我两胎的生产前都有去上孕妇瑜伽。对，然后老师会教我们用力的方式啊，然后阵痛来的放松的方式这样子。所以我们想同台港的共也不是说一定不需要，或是一定需要，我们就只是分享不一样的方式，对不对？所以其实像以牛挺来共就会某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也不认为那是绝对必要，因为看个人的情形做两样共，对不对？对，哦。所以，好，对，所以很好，所以因为我知道玉婷有跟我们分享，就是说其实这中间就是看，比如说以肌肉的扩张啊，或是每个人的状态，所以也不一定是每个人上瑜伽都有用对，其实像我们那个时候，我们老师就有分享说，我的瑜伽老师他就有分享说，就是他生小孩的时候，因为他不是温柔生产，对，然后他就是他很用力，他很知道很清楚怎么用力，可是小朋友冲太快了，反而撕裂伤很严重。对，然后老师就跟我们分享说，他那个时候补血补了好久，对，那个刚开始要喂母奶很辛苦，可是像我就是反而没有这样子，我是完全没有撕裂伤，没有剪，然后没有撕裂伤，两胎都是这样子。那我们来问一下好了，或者说你的第一胎在家里生的时候是先生陪你？对不对？两胎都是啊，对，就一定嘛。然后当然，然后第一胎还有妹妹，对，第一胎还有妹妹。其实先生辛苦吗？非常辛苦，你问佳音就说，就是那个时候最后我没有力气，要宝宝你一共第一胎没有力气。我那个时候一开始是摇产球，然后后来我就是趴在产球上。然后要生，然后后来因为趴在产球上破水了，我就破水了，应该就是通常会宫缩更强烈，会很痛。就是人家就其他产妇说会觉得很痛，我是觉得腰更酸，很酸。我生第一胎是真的是完全不觉得痛这样子，对。然后后来就觉得腰好酸，我受不了。然后因为我第一胎生了12个小时，后来我就没有力气了，我就说我要坐在床上生，因为原本是跪趴着那个产球在上面，好，就是说坐在床上生，对。然后所以因为先生每一分每一秒都陪伴，对，他一直扶着我，因为应该说。就是我们每次工作来很酸，然后助产师都会做一个动作，然后帮助我们，那个是怎样？按摩骨盆，按摩骨盆，对，就不会觉得没那么酸。这也是一个温柔生产，其实也是协助也好，就是让他感觉上有安全感，要ให้更轻舒适，按用给感是舒服，就不会那么酸。因为每次宫缩来的时候，他是宫缩就是他会把子宫要有。肌肉收缩要把宝宝挤出来，对，然后但是因为骨盆要张开，你就会觉得腰很酸。然后我好想知道那时候佳音在旁边会说什么，一边按摩的时候一边不会说话，好，就微笑，我就会说你好棒。做得很好，做得很好。对，其实那个时候我印象很深刻哦，那个时候轻松，我很棒，做得很好。然后先生在旁边一直扶着，这样的没有。那时候其实那时候先生在旁边，就是帮我们做那个骨盆按摩，我都想，我心里的 OS 就是。可以找佳音来吗？这样子，因为佳音助产师比较专业，他们先生找不到那个对的位置啊，对，比较不舒服这样子。那第二胎呢，经验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完全不一样。第二胎，我都说我女儿是坐高铁来的，她3个半小时就生出来，我第一胎12个小时，对。可是第二胎我反而会觉得痛一点点这样。那我想问一下，那第二胎的时候，你的爸爸妈妈有在那一栋建筑物里面陪伴了吗？有，可是我妈妈不敢看。她说我那个时候宝宝要生出来的时候，就是我很想要我妈妈陪我，可是我妈妈她不敢，她说我不要。可她至少在1楼嘛。对，然后你在3重栋，他至少会说：“哎呀，楼上哈有档啊，某一点给我生意。”他还是陪伴，对不对？还是有啦，只是他不敢看这样子。对，那需要很大的勇气
对、而且我有看到你们有一张照片，好可爱哦，就是好像因为宝宝刚出来的时间，你都会看你有几公克呀用哎，结果我好像看到是你先生在量那个，没有是佳音，是佳音是不是？就是有一个吊测量他的体重。好可爱的布这样子，不像医院是，就是它是用在一台秤，对，然后我们是用吊秤，对，因为比较简便携带。是，可是那个画面很感人呢，就是说一般来看连续剧的时候有没有就会看，或是真的是陪伴家会看到，是有那个护理师小姐去做的，然后你们真的就在家里旁边，然后而且那时候是不是 baby 一生完的时候你就可以哺乳啦？可以啊，就在旁边，然后。就是他不会离开我们这样，你会不会觉得那种感觉让你觉得很感动，然后很亲密这样？对啊，然后如果生完很累，你就可以直接跟他一起睡着这样子。对，他就在刚才在旁边，然后就直接趴着，然后你就可以。对，然后爸爸也很累，然后我们大家就一起睡着，就很开心。爸爸也很累，然后妹妹也很累 ，baby 也很累，妈妈也很累，然后妈妈在1楼就先煮吃的这样子，他们可以杠高。对哈，所以其实有天 Kimi 来到节目第一度，然后大家都分享，其實佢叫提起腿，然後提起腿，然後佢盡量當然係冇強咯，咁個佢都係用運輸生產嘅方式，所以希望大家可能會說，對兩要很好多嘅了解，咁個還要乜嘅，你等下就嚟講。东方宇宙的绕墙的我们的助产师佳音还有玉婷来这边同大家来分享哈，哇，这是其实真的有青岛的故事都得讲哈，那广告的时间讲的很卡抖有嘛，广告时间，其实你想想看，这么棒的一个生命经验，绝对不是按有3言2语就可以讲完，所以我们上一段共都其实家人的陪伴很重要，因为其实佳音你自己也是在家里生，然后2个女儿。在家生，然后是妹妹帮你是吗？还是姐姐？所以2个都是专业的助产师。这种感觉好不一样哦，就你很信任自己的姐妹，对，所以在你自己，所以家人的陪伴，所以你自己是很自然的把它看待这件事情。然后你那时候生的时候也是家人都有陪伴吗？因为像玉婷有先生，对不对？然后妈妈在1楼，第一胎啦，第一胎就只有先生还有妹妹这样子。好，然后那你呢？我也是家人，就是我姐姐家带，然后还有我先生，然后那一天正好有2个我的大学的好朋友，他们原本是来探望待产的我，但是他们来的时候正好我就阵痛了，所以他们就变成陪我生产，从头到尾。哦，对。是不是要先回家拿一下，就是换洗衣服？对。你现在，那你等我直接陪着生完吧，对不对？对。所以他们就是见证了这么幸福的时刻。你说那2位大学到处都是人，就是很。然后看天样有冇太敢有？对。哦，真的吗？那请问一下，你那2位大学的同学见证这幸福的时刻之后，有没有决定自己以后也要那样？他们很喜欢。对，你看佳音真的很会回话哈。他后来怀了双胞胎哦，对，所以他后来没有在家里生。是，对，我觉得很有趣，是因为玉婷生的时候，其实你生第2胎的时候，你第1个小孩也是在旁边陪伴，老大在旁边，然后他就是那个时候是因为。佳音离我比较远，然后佳代他就是从直接台北带着小孩2个小孩坐计程车杀过来这样子，对，然后就是帮我做骨盆按摩，然后但是生完的时候佳音才来，但是就是我在生妹妹的时候，哥哥就在旁边跟佳代的他的哥哥他们家的两兄妹这样一起玩，但是妹妹生出来之后，就是哥哥还是知道，就说妈妈在生小孩，然后妈妈有流血，妈妈会痛这件事情，他还是很清楚的。对，你小孩并不会对生产这件事情有负面的看法，他们不会像我们大人觉得好像很多血或是很害怕，他们其实就是抱持一种很好奇，然后没有看过，然后见证了生命的出生的这个过程。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生命教育，对不对？好，不过在这边我要问一张康娘比较严肃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要怎么去评估
就比如像优婷黑影兵，你认识学姐10年呗，你就知道很有安全感啊。你自己也，我觉得可能你自己对这件事情有你自己的核心的价值跟理念，对不对？比如说你爱用粥，你可以讲永远爱用粥的时间，比如我去找佳音会用就是你有一些评估，你都在粥得要粥不得，就是你。它适不适合在家里生？因为不是每个个性不一样，有人可能很容易紧张呀，用对，要怎么评估？产前检查很重要，适不适合在家生，可能就是有分身体部分跟心理的部分。对，那身体的部分靠产检的时候，就是检查母亲跟肚子里面的宝宝是否都是健康的，然后适合在家生低风险的。对，那心情方面的话，就是像玉婷这样子，如果事情有做过很多的准备，然后做功课，知道可能会发生什么事，那也知道到医院可能会发生什么事，那可能就会去做一个选择，我想要怎么样的生产，那做了选择就去面对它，这样子。对，那我再问一下好了，那因为总是有瞬息万变的事情嘛，对不对？我们做再周全的准备，有时候你知道这是很奇妙的一个过程。该讲真给你供出了一个时间，你发现有他棘手要有危险的一些问题怎么办？我们就立刻送医院，对不对？在当场可以做的，接生者可以做的当场的紧急措施，就会在当场就做。那同时也是继续评估，然后评估是否有需要送医院的必要。对，因为有时候选择在医院生产的时候，除了我们一般传统的认知之外，从要给黑公你发生问题，你就在医院。对不对？你看有时候很快这样子，很快，对不对？所以如果你家离医院很远，其实不行，对不对？可以这么说吗？这样问题会不会太肤浅？有的人会说可以，有的产妇会说我可以，即使他们家离医院可能有1小时，但他有的还很相信自己，或者是他觉得就是尊重生命，他会选择他所要的方式，但是事前的准备还是会做，例如说到医院去产检，然后确认的母胎的状况。对，我理解那种感觉，就是那个人他怎么样看待生命这件事情，他就是要觉得采取最尊重生命的一种方式，他竭尽所能的做好最周延的计划，但他就顺其自然的这种感觉嘛，对不对？好，所以故作其实。按有给周延计划，所以像玉婷有下给计划书，有没有真的会遇到家人不同意的那种人？然后那怎么办？其实我第2胎的时候，因为我第2胎我在37周的时候就是跌了一个跤，然后左手那个第5掌骨骨折，然后我爸就会问我说：“那你这样还要在家里生吗？你要不要去804生就好了？”因为我家住龙潭嘛，然后开车10分钟804就到了。那我就说不用啊，这样子啊，对啊，我觉得还是在家里生就好啦。可是你那时候如果是佳音，你会怎么说？你会说手跌倒跟那个生小孩有什么关系？是不是？孕妇跌倒，他要先问说他有没有肚子痛，然后有没有破水或者是出血，一些就是可能会有的征兆。对，你真的，你竟然在生 baby 前跌一跤，跌到手都肿起来。我那个时候其实也很紧张啊，跌倒的时候也很紧张，想说我会不会当下要生，结果其实没有，就手很痛这样子，然后跌完还继续上孕妇瑜伽课这样子，然后手肿起来去上孕妇瑜伽。对，然后老师我们的老师还有观察到说玉婷你怪怪的，然后后来他才知道我就是跌了一个大跤。对，我觉得节目节目底同太尬的分享，真情就会我们对这件事情的观念，因为像佳音你自己生 baby， 其实你都有记录起来。对不对？像我们可以看到玉婷有一些照片，对不对？那你自己其实甚至有影像的记录，对不对？对。哇，因为我生的时候正好有那个导演朋友、摄影师朋友，然后他就带着他的小朋友。带他的小孩一起来我们家帮我拍摄跟记录，好像开 party， 你有按钮在干嘛？就是迎接新生命，对，迎接新生命，里面有一个 party， 太卡 Q 哈了哟，那种感觉。听说玉婷，你除了写计划书，你是不是还有写？其实我没有你说遗书吗？其实没有啦，没有，不是没有写啦，就是我其实第1胎要生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和我先生我们都。第1次生小孩啊，对啊，然后当然会紧张啊，没有生过小孩，然后又在家里生，不是在医院。如果真的遇到什么问题的话，会不会妈妈还是宝宝？那个时候我记得要生
老大生的前1天还2天，我们就在讨论这件事情，为此就是有点吵架这样子，快生了还要吵架。他就说，那你到底想好怎么样？就是你要怎么跟你爸妈讲这件事情？如果你真的怎么样了，对，但是我先生的态度就是他的意思是说，如果真的怎么了后送去医院，然后他一定是就是要就是人家连续剧不是会问要留妈妈还是要留小孩这样子，我那时候就问他，他就跟我说当然是妈妈啊，他说你妈妈只有一个，你只有一个宝宝在生就。我虽然听了很感动，快要哭了，我是真的，可是我也会觉得是想要留小孩这样子，真的吗？是我的话我会想留小孩。你说如果你是爸爸的话，还是你是说如果你是妈妈的角色，还是？对，我是妈妈的角色，我会想留小孩，因为这是我和我爱的人就是一同生下的，怎么只有一个？为什么要快要结束、快要 ending 的时候讲那么令人？对啊。但是我老公就只跟我讲一句话，他说：“你知不知道被留下来那个人才是最痛苦的？”对，他说：“你要怎么跟？你要我怎么跟你爸妈交代？”没关系，我们现在有2个超可爱的孩子。今天录影的时候，2个 baby， 不是 baby， 是小孩还一起来。对，我真的可以理解。嘉义，你快点安慰一下学妹，你快点说不要想拿卫生纸。没有，反正我很平安生完了。是，所以我们今天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可是我要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大家不要误会，其实不论黑碟不哈。也还讲你现在嘅讽刺黑马街，也还底下语言，因为你是讲的就会这一句，对，其实这个不是在哪里的问题，对，这个是其实这本来就是一件我们要去重视，跟它本来就是一件怎么说呢？就会讲，意思就会讲，这对于生命讲生意本来就会天心每样跟亲情顾嘅事情，对。然后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其实我们要怎么样去学习更尊重孕妇，对，然后怎么样让她在生 baby 这么幸福，全家一起迎接新生命的这个时刻，其实泰嘎会知道，有一个让孕妇也觉得很备受尊重，然后很舒服的这样的一个沟场，有没有？对不对？是吧？好，对。既然讲这件事情，我也没想到，没有这个真心话，真的好，我们有贴到给故事做的讲，我今天没时间讲。DW 真的非常谢谢佳音可以来到这边，下次有任何类似的问题，一定要再请上我们的节目，还有玉婷一定要来陪伴，好不好？没问题，啊，这个情感下，天天好，你怎么该来走人头了？